想睇日本最清嘅河水 ？GBA 帶你去到高知縣嘅四萬十川，呢條被譽為日本最後清流嘅四萬十川，點解咁珍貴？全因佢係日本少數冇水壩嘅天然河，周圍被自然景色包圍，靚到好似行咗入幅山水畫咁。嚟到高知縣嘅四萬十川，除咗打卡之外，梗係要坐下屋船，近距離咁欣賞下呢度嘅河流啦。四萬十川屋型船係你必試體驗。今日帶你上船睇真啲，呢啲傳統屋型船仲有專業船長講解生態，學到嘢又睇到嘢。四萬十川嘅水係好清澈同埋好有養分嘅，喺日本係一個好難得嘅地方，可以養殖到鰻魚苗。你睇下，50分鐘航程會帶你穿越沉下橋底，兩岸原始森林倒影靚到啲。仲可以見到河面霧氣，仙氣十足啊！船上面仲有唔同小食提供，呢一個呢，就係用阿瑤整嘅小食啦，幫我試下先。其實佢脆脆地、甜甜地，同埋有啲海苔味嘅喎，幾得意喎！GBA 設有日本5大航點，快啲嚟預訂，開啟你嘅日本自駕之旅！